新台病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周耀聪表示，近年来各大癌症的发生率甲死亡率拢一直摆真悬，对着个人甲家庭造成重大的威胁。因此，癌症的筛检成为民众关心的健康议题。自民国99年，国民健康署推动子宫颈癌、乳癌、大肠癌、甲口腔癌等4种癌症的筛检，成效袂歹，并且伫111年增加肺癌的筛检。今年更加扩大审查5种癌症的筛检对象，甲检查的项目，希望会用的互更侪人来受惠。过去这个4癌筛检已经行之有年了啦。那从4癌筛检，那拓展到这个5癌筛检，那到今年的话，其实政府有加码把这个公费筛检的5癌的这个对象有进一步的扩大，包含说像这个如果说是大肠癌的筛检的话，粪便前期检查，我们把这个年龄有下修到如果是40到44岁有符合家族史的这个部分，其实是也可以参加这个大肠癌的这个筛检的部分。那如果说像是这个肺癌的筛检的话，过去我们有区分说有家族史的跟长期这个吸烟者，就是我们俗称老烟枪的这个部分。那如果说有家族史的部分的话，男性我们年龄其实下修到大概45岁这个年龄层，女性的话有家族史的下修到40岁的这个年龄层，其实就可以做加码来做这个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的这个筛检。那包含如果说像是这个乳癌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把这个年龄放宽到大概40到74岁的女性都可以做，而且不需要再多考虑到有没有家族史的这个部分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有加码的部分，就是有关子宫颈癌的部分。子宫颈癌的话，过去我们主要是针对30岁以上的女性，那今年有下修到大概25到29岁的女性，也可以来做这个子宫颈膜片的检查。那考量到说这个人类乳头病毒，也就是这个 HPV， 它其实是一个子宫颈癌的一个危险因子，所以今年我们有针对在35岁、45岁跟65岁这3个年龄层的当年度的女性，可以加码做一个这个 HPV 的一个筛检，来了解说自己到底是不是暴露在这个子宫颈癌的一个高危险的族群。周耀聪医师呼吁，免费的癌症筛检是重要的健康资源，民众应该积极来善用。多数的医疗院所拢有提供公费的筛检服务，民众会用到家医科的门诊，或者是癌症筛检的柜台来咨询。各科的医师伫看诊的时，也会提醒符合条件的民众，希望会用早期检查，才会用来早期发现甲治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